咁多位 YouTube 同埋 Instagram 嘅網友，我想簡單介紹最近就係喺今年去東京旅行嗰陣，經過東京站一番街某一個商店購買咗一啲嘅手信，趁機會就介紹一下。咁由於今日係呢一位卡通人物嘅生日啦，想趁機會介紹一下俾網友睇嘅，就包括咗例如嗰個心口針啦，跟住鎖匙扣啦，同埋一個膠片嘅座台嘅。咁今日簡單介紹就完畢啦，咁仲要多多支持班 channel YouTube 視頻同埋 Instagram 啦，多謝大家。